呢一集會講解2018年 DSE Geography MC 第21題。有啲咩政府政策可以吸引建造業返去較發達國家？選項一 Tax Concession， 啲工廠可以俾少啲稅，就可以減少啲開支，同時提高盈利。啲工廠可以賺多啲錢，所以選項一係吸引 industry 嘅元素。選項二 Increasing tariffs on manufacturing products。例如嘅工廠由 LDC 製造，佢係嘅成本係3蚊。當包薯條要賣過去 MDC， 就要俾關稅1蚊。嗰度啲人就將個薯條賣到去6蚊。當個 MDC 關稅加到去7蚊，包薯條嘅成本就變成10蚊。而喺 MDC 啲商家又賺返2蚊，導致啲客人要俾12蚊先至買到包薯條。加咗關稅之後，包薯條就好貴，喺 MDC 就越嚟越少人買呢個薯條，個薯條公司就賺少啲錢，所以喺 LDC 嘅薯條工廠就搬返過去 MDC 度，咁間工廠賣佢啲薯條俾 MDC 啲人就唔使俾關稅，啲商家喺 MDC 賣佢包薯條就可以平啲，吸引更多人嚟買佢嘅產品。所以選項二可以令到啲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返去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選項三 Training of industry talents。咁啲工廠即使搬返去 MDC，佢都有員工。呢題答案係多。